继续来看云林北港的在地人出钱出力，为当地小食面来做一本北港美食大补贴。经过各界的努力，即摆阁来升级，这个美食地图为原本的160间增加到320间。讲第二版的美食地图会阁印8000份送予乡亲。 6月份出炉的北港美食大补贴，相信有真侪北港人，不管是做食的，还是在地乡亲，拢感觉真方便。即马为本来160间变成320间。等疫情结束之后，有空的话，可以跟朋友比赛一下，看谁吃比较多间，比较快结束。第二版的美食大补贴已经完成啊，这拢是业者免费的设计。 北港好吃、好玩、好所在的这一个版主有听的那个邀请要做这个美食大补贴，那也刚好遇到有一些那个店家的朋友啊，他们在这一次的疫情很严重。这摆共有印8000份，而且无限北港地区的民众拢总会使来领。第一版3000本，这个不到2个礼拜就被索取一空了啦那我这次呢特别印了8000本，也是要来送给。 喜欢北港美食小吃的这些好朋友们疫情影响到民生甲经济，虽然讲有较困难，但我相信透过各方的爱心甲拍拼之下，嘛会使渡过难关。